后来继续来看，台中的警方抓到一个爱情诈骗的机房，逮捕7个嫌犯。因为网络顶截取到帅哥的相片，来诈骗中国单身的女性，被害人高达380个。警方公破查获的迄一天，拄好是5月20，520，甲我爱你共音。这嫌犯全部互藏起来，无法度回消息，互遐互因诈骗的女朋友。遐被害的女性嘛毋知去互骗去，佫真担心，一直传消息甲嫌犯来埋怨，讲无非520去陪真正的女朋友咯。关警也称冲入乱来诈骗机房，厝内有7个嫌犯，现场所有电脑、手机拢总扣起来。看到。离经的是，关警抓人，这一天是5月20，嫌犯拢互扣起来，无法度回因女朋友的消息。被害人毋知互骗去，怨叹这嫌犯，有人传讲520，你是去陪你真正的女朋友，敢毋是？这一直无时间看手机啊！还佫有话写讲，你敢知规暝困袂去，有偌艰苦，以及520你失踪啊！到目前为止，至少有380名以上的被害女子。那其中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，至少有2名被害女子已经汇款，总共新台币230万元以上。给这个诈骗集团，警方讲，这嫌犯拢是伫网络找较缘投的相片来欺骗中国较少年的独身的女性，还佫有较前的手册。甲嫌犯安怎用甜言蜜语骗这被害人？警方提醒民众，网络交朋友若未曾见面，就讲要借钱投资的，一定爱细致。